呢個係一個巡迴展覽，巡展將喺土耳其展出。教宗良14世到訪土耳其嘅時候，將會睇到呢個展覽。展覽解釋咗尼西亞大公會議點解咁重要。尼西亞大公會議闡明咗耶穌基督唔單止係真人，亦係真天主。但係從教義方面，尼西亞大公會議亦衍生出信仰嘅其他關鍵概念，例如天主嘅本質係一位父親，但並非家長式嘅父親。佢亦唔似羅馬神話入面嘅薩圖爾魯斯咁樣充滿嫉妒。喺畫家歌雅嘅畫入面，薩圖爾魯斯因為害怕被廢絕而吞噬自己嘅兒子。尼西亞大公會議所討論嘅重要議題，正係摒棄天主作為一個高高在上同尊華嘅全有嘅形象。相反，基督信仰引入咗一種完全唔同嘅神聖觀念，即天主將自己置於為聖子服務，並將自己獻俾聖子嘅位置裏邊。呢個就係點解喺基督信仰入面，蕩子嘅比喻呢類比喻會咁深入人心。呢個係理解關係嘅一種新概念。呢個關係入面冇任何一方係支配者。尼西亞大公會議並冇明確定義信仰嘅大部分概念，但佢係一個重要起點，亦係教會內部出現重大分歧之前嘅最後會議之一。呢次展覽旨在重新揭示其重要性。呢次展覽曾經喺意大利嘅里米尼大會上展出，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爾多祿茂亦都到場參觀。